群力促進會由街坊、婦女、貴僑、教育、專業、青年、社會服務等界別人士組成。群力自1991年參選以嚟，始終關注同維護居民嘅切身利益，堅持公平正義、樂業安居嘅理念，成功推動政府喺教育立法、完善社會福利、確立公屋政策，並實施一系列穩經濟、促就業、紓民困措施，受到市民嘅普遍支持。反映居民訴求，改善居民生活，我哋要優先關注公共房屋、社會保障、公共交通呢啲重大嘅民生問題。第一候選人何潤生，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總務部總經理，現任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兼社會事務委員會主任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，擁有豐富嘅青年工作同社團服務經驗，同居民一道監督政府施政，推動政府制定更加符合澳門實際嘅施政方針。維護居民權益，監督政府施政，完善託兒服務，加大教育投入，制定教師職程。第二候選人陳紅，蒲崗中學副校長，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副理事長，一直勤勤懇懇為學校教學工作傾注心血，並長期關注教育同青年問題，致力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，努力為教師、學生、青年同婦女兒童辦實事謀福祉。推動經濟多元發展，建立公平競爭機制，發揮歸僑僑眷同鄉聯誼會團體嘅作用。第三候選人劉雅煌，澳門歸僑總會副會長，澳門潮州同鄉會副會長，一直關心社會事務，積極參與澳門歸僑總會會務，致力加強僑界同澳門社會各界及海內外嘅聯繫同溝通，熱心推動青年事務，關心同反映青年問題。澳門需要完善嘅城市規劃，我哋會推動政府加快舊區重建，改善居民嘅生活質素。第四候選人梁鴻世，澳門工程師學會副理事長，長期從事岩土工程嘅研究同推廣工作，關注澳門城市規劃及各項工程建設，積極推動政府完善專業認證制度。我哋積極推動青少年參與社會服務，為青少年嘅成長營造更好嘅環境。第五候選人翁兆雄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理事長，積極參與澳門學聯嘅活動，得到歷練社會學專業理論知識嘅學習，使佢參與社會事務更加如魚得水。擴大澳門嘅對外交流合作，促進族群和諧。第六候選人蘇慶輝，澳門緬華互助會副會長，長期為的士行業爭取合理權益，致力維護歸僑僑眷嘅合法權益，關心社會事務，積極組織歸僑嘅聯誼活動。
為婦女創造更多嘅就業機會。第7候選人林婉梅，澳門婦聯總會常務副理事長、澳門婦女體育總會理事長，熱心關注同積極維護婦女權益，致力拓展澳門婦女嘅文藝康體活動。完善醫療服務體系，加快培訓本地醫療人才，提高整體嘅醫務水平。第8候選人高永健，澳門中華醫學會理事、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大廈工作委員會委員，致力協助業主會開展大廈居民嘅睦鄰互助工作，積極推動青年醫生就業、醫生工作待遇、老年醫生退休及退休後嘅生活保障。打擊燒車罪行，維護社會治安。第9候選人吳雲仙，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，扎根基層，關注長者嘅生活，關心青少年成長，組織居民開展各種健康嘅活動。我哋會推動完善大廈管理法規，依法維護各方嘅合法權益。第10候選人溫榮基，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大廈管理資源中心主任，長期服務大廈居民，為完善大廈管理、調解管理糾紛、維護居民合法權益作出努力。改善營商環境，減輕中小企業嘅負擔。第11候選人阮若華，特區政府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離島區副召集人，熟悉同了解離島情況，一直十分關心離島嘅居住、營商環境，積極參與推動離島嘅發展。推動完善青年全人發展策略，為年青人創設成才嘅平台。第12候選人羅玉坤，街坊總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任，開展多種形式新穎嘅活動，吸引凝聚年輕人，讓青少年喺參與過程中得到鍛煉。公平正義，樂意安居，真情實幹，共建特區。群策群力，為民出力。群策群力，為民出力，請投第13組群力促進會一票。